Hello，大家好，我係 P100嘅 Miranda，歡迎大家收睇 P100嘅醫學專訪。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去洗手間嘅時候咧，曾經咧大便咧有出血呢個情況咧？究竟係痔瘡啊，定係大腸癌嘅先兆咧？通常大家咧都會好擔心呢個問題。今日咧，我好榮幸邀請到咧外科專科醫生咧何文峰醫生咧上嚟接受我嘅訪問，教大家咧點樣分別究竟係痔瘡啊，定係咧腸癌嘅先兆，同埋咧佢會幫我哋咧分享下咧而家咧腸癌咧一啲治療嘅方案啦，仲有咧就係點樣利用機械臂咧去提升咧成個手術咧嗰個準確度㗎。何醫生啊，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其實好多患者咧最擔心啦，都係做口啦，或者咧要做一個人工肛門咯。咁有冇乜嘢咧？而家手術上你都可以幫到佢哋，或者係咪一定要做呢個做口咧？係，明白。嗱，呢個亦都係Miranda，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多病人最大嘅擔心，即係佢哋好想去做手術醫好個病，但係佢哋亦都同一時間好唔想去做口。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哋外科醫生即係最想達成嘅效果，切清佢醫好個病，駁翻條腸冇做口咁。嗱，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咧都唔需要做口嘅，我會咁講。係啦，尤其依家咧啲儀器先進咗，即係我哋用個儀器咁精細，係講緊用毫米級嘅標準去做一個即係手術。咁個手術基本上好精準，流好少血，所以病人情況唔穩定，唔能夠即係手術中間流血啊，唔能夠駁腸嘅機會咧好低好低嘅嚇。咁所以我哋能夠用微創方法完成嘅手術，大部分病人都能夠駁翻條腸。我諗有一個情況就係，除非個腫瘤好近肛門，咁啲病人就會開始擔心，因為我哋都會同佢講，你個腫瘤好近肛門，但係做手術切除咧就唔需要牽涉肛門，但係呢啲情況我哋會做一個保護性嘅臨時做口 ，OK？咁如果手術好成功順利切清嘅話咧，咁我哋希望完成咗治療之後，短時間之內同佢閂翻，咁做一個細型嘅手術閂翻佢。咁好多時候就幫助病人咧醫好個病得嚟，亦都唔需要永久去孭一個做口袋，咁佢哋就唔會有呢方面嘅擔心。咁而且國內外都開始有研究講咧，如果用機械臂去做手術咧，係可以減低永久做口嘅機會嘅。咁當然亦都要配合其他方面嘅治療啦。咁但係呢一個無疑咧係對病人或者對外科醫生嚟講咧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只要我哋能夠好適當咁運用我哋依家即係嘅科技進步啦嘅手術機械啦，咁絕對係可以幫到病人去釋除呢個做口永久性做口嘅嘢。非常好啊！咁如果真係不幸啦，患上咗大腸癌咯，通常咧患者咧會做手術嘅話，最擔心係啲乜嘢啊？咁一講到做手術，即係開刀，譬如可能你真係見到台面我哋做手術嘅儀器，其實病人都係好擔心手術會唔會有好大創傷啊，住好耐醫院啊，會唔會有一啲永久嘅後遺症咁樣？咁當然大腸有問題都唔係一定要做手術，因為依家科技先進，好多時候有時內窺鏡已經可以處理到問題。譬如有一啲扁平嘅息肉雖然好大，以前的確係要開刀做手術嘅，咁但係依家啲良性病咧，好多時候可以透過一個內窺鏡嘅剝離術。咁就可以做到一個無創嘅切除，係啦。咁呢一啲就對病人個好大得着啦，因為佢覺得個感覺就係良性病理，我唔需要去做手術去治療咗，亦都可以避免病人嘅癌症發生。咁呢個係對病人好有裨益。咁當然，如果真係譬如已經確診咗係一個入侵性嘅癌症，咁冇辦法要做一個腫瘤嘅切除血管淋巴咁樣。咁好多時候病人嘅擔心，除咗係個手術嘅入侵性之外咧，併發症之外咧。第二件事做腸手術好敏感嘅就係有冇做口啦，即係或者叫人工肛門。咁有時候呢啲做口嘅人工肛門，除咗對佢生活帶嚟不便之外，喺佢心理上個形象上佢會覺得即係個生活質素大打折扣。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病人除咗醫好個病之外，好多時候會憂慮嘅問題。今日多謝晒何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大腸癌嘅常見症狀啦，同埋唔同嘅治療方案。原來咧機械臂手術啦都可以大大提升咗咧患者喺術後嘅恢復嘅時間啦。大家記住喎，如果咧大便嘅習慣咧有改變啦，如果有出血啦，甚至持續腹痛嘅話咧，記得咧及早求醫，千祈唔好估估下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都歡迎喺呢度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健康資訊咧，記得 follow 我哋呢個頻道啦。今次多謝晒何醫生，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